行情了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恒珠。先开始来关心，这礼拜中南部是连续落大雨，灾情严重。水丰的雨水自站开始已经有咧转好，也毋过气象署也是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其中伫高雄、屏东、金门是达到大水雨的级数。另外呢，伫南投、嘉义县、台南、高雄、甲屏东这5个县市，有部分的所在，今仔日原来是停班停课。这个叫做柚子地毯。当那是风台过境了，又搁拄到低压带加西南风，所以落大雨，影响台南麻豆文旦的收成。收桥有3万斤，3万斤进，桥存0.05成啊，损失差不多9成外。另外，七股区也淹水，搁拄到海水满流，就算有船抽水机也是淹水。客家区是到初十已经停电第5天啊，台电饼修理进度，伫嘉义升温1天内自无到负，才33支临时的电火跳化。台南的区段也是伫咧风雨中修理，出动所有的人赶工修理。跟我们目前还在停电的这个住户呢，表达歉意哈。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在明天深夜能够恢复大部分的这个电力。台电统计，这边风灾全国8停电的户数96.4万户，一直到今仔日透早4点，也有5万外户无电。屏东的灾情也真严重，雾台乡大武村唯一对外的道路，雾台2号桥甲涵港，和大雨冲海期无法渡过，全村差不多100外位居民掉伫咧山顶无法渡来。另外，伫高屏区顶楼的努龙区，溪水已经满到路面出来，因为高雄的山区雨大雨落未停，南横公路明8KV桥也因为山坡的石头一直放来，无法渡过。现在的较大的问题还是在明8车路上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要等这个天候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可能要进行抢修。台东也灾情真多，南回公路自太马里到达连乡沿线，真侪所在有土石流或者是淹水，交通受影响。伫上武村当地，因为溪水满载路边，有大雨条条的赶紧疏散撤离。当地居民是怪排水沟无清。大排水沟真的要清啊！没有清，还是明年还是会淹死。昨暗开始雨有较细，气象署已经解除各地雨作业，不过继续发布雨特报。其中高雄、屏东甲金门是雨大雨顶级，而且这2天拄好是满流，西部沿海地势较低地区的民众要注意淹水。另外，今仔日包括南投、嘉义县、台南、高雄甲屏东等5个县市，有部分地区甲学校停班停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落大雨已经落几若日啦，南投山区嘛出现水崩山，其中伫水里含信义乡甲家己的宝甲林溪连外道路，即马拢是落寒霾，加在村民已经提早撤离。另外，伫苗栗头份的山区嘛有石头连落来，影响当地人出入。也若伫云林高坑山区，可能会出现水崩山的溪流，即马已经有12条，拢已经达到黄色的警戒。规大片透明膏甲路拢空去，都连怪手嘛掉喺内底袂振动。南投水里上安村加信义乡面德村甲界的宝甲林溪，本来当日进行整理工程，却因为连续落大雨，发生土石流。整整5个小时，但我们的效果仍然没办法快过我们的土石流。那现在目前土石流正在还是在流。当地村长是讲，居民已经伫初9预防线撤离，目前无民众掉伫内底。不过发生土石流也引起民众惊吓。村长呼吁居民暂时唔通返厝，避免危险。公所也加派机具清理。另外，伫民间乡初9因为落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淹水，代替接入支线嘛，因为安尼停开。初10大水消退，再搁通车。不过民间通往二水的到152线弯入路，也是因为土石流伤过严重，目前也搁咧清除。大水沟要经过这个铁路的时候，它冲出来的水然后从我们台山县麦当劳这边这样流下来，造成昨天这边呢，大概影响了大概60-70户的这些居民呢。另外，苗栗初9也有一个性平民众，因为烦恼家己的农地，大雨中阁开车去永和山，不过离开时阵，雨落来石头挡路，因为安尼报案，请消防人员协助。
表示说因行车路途上有落石探落，担心被击中，所以暂时停在路边。但是云林古坑也因为连续几天落大雨影响，第四山区13条土石流危险溪流，有12条已经达到土石流黄色警戒，当地居民心境拢变正暗。那有可能到半夜会公发布那个红色警戒嘛？那红色警戒一定是要强制撤离，但是到晚上是没办法撤离的。古坑乡公所是讲，为了提早因应，伫初九暗进前就进行预防性撤离。即马虽然雨较温和，不过山区也是有土石流的可能性，会持续监测各溪流的状况，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走了后，中部地区因为风台尾上大雨嘛，露出灾情，伫彰化田中就爆发放弃。因为目前，咱全台湾农业损失已经达到21亿。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有亲身去云林了解番麦和菜苕受损害情形，因为地方是呼吁政府爱全品项免现场勘灾，直接救助。当机构甲这钢棒条一支一支拍入去河道内面，要来紧急吞这破损的河段。彰化县连续几天落大雨，田中镇洪孟镇的爆发达到来要17公尺，大水对破损的所在冲落来，50多公顷的农地变作海，车集农水数入去抢修，按算1礼拜来修复。这些农地因为水面它全部都是蔓延到我们的农田来所以这样子会造成我们的农田的损害会蛮严重的。那个山洪排水排到我们的灌溉渠道里面，然后造成我们的渠道老旧的渠道的一些破损，然后我们目前在积极做抢修。但那是风台重创中南部，行政院到初十统计，全台的农损失到21亿，其中以嘉义县、台南市和云林县较严重。总统赖清德初十去云林县的元中乡和二仑乡勘灾，了解番麦和地基菜苕受损的状况。2天阴2摆，损失超起码6成7成。中央补助有较费去，是不是会使讲免勘灾一摆到位无？云林县的所有农业损失已经超过3亿2000多万了哈，那也超过51种品项哈，所以这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尽速让我们农民复耕了哈，所以也能够希望要求全品项免现勘哈。张立生认为讲，云林县不管是气象参数、农损金额，还是救助品项到51项，拢到全品项免现勘的救助标准，不满是安怎农业部敢若列入嘉义和台南。总统赖清德强调讲，团结救灾无分党派，而且农业部做专家会议才讨论，以客观的数据来判断。用客观的数据，然后根据政府的法律规矩来进行，绝对不能够有党派的考量。台中市初十雨虽然有较轻但是台里运动公园地下停车场所传出淹水的灾情，水淹上悬有半个脸遐尼悬，民众较紧来刷车。对这市府停管处是持续抽水，刷落来嘛会厘清排水管线的问题，嘛会提供车损的保险理赔。记者综合报道。今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咱继续是受低压带，也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同款爱说是阵雨，也是雷公雨。因若全台湾今仔日的低温是23度，高温有31度。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早起，中南部、东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机会落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因若过到了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加在呢，今仔日开始，太平洋的高压会开始增强，所以会改吹偏南风。加在的水汽嘛会刷向中国的沿海，所以下开始水汽就会减少，雨水就会开始转好。也毋过呢，嘛要提醒金门、高雄、屏东，今仔日也是有可能会落局部大雨，甚至是大水雨。伫彰化到台南，嘛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这两日的大雨、大水雨是造成彰化真侪所在淹水做大水，果子园嘛淹水。亲像伫好影响，就有一大时价果的果子园，时价果准备要大出啦，也毋过即届拄着雨水来，农民的心血拢乌有去，只好赶紧让雨棚的时，赶紧去挽偌济算偌济。时结果的树丛全拢浸伫水底，原本应该是坚固的表面，嘛因为浸着水烂紧，所以变了了。这两日因为对流分系发展真旺，彰化地区落乡雨，未少农产果园全拢做大水。好影响即搭时结果果园当着时，就惊损失扩大，农民让雨棚赶紧来采收。树啊，个青青，但是
一般来讲，东西延迟性的伤害，所以可能是1个礼拜你就会看到很多植株的陆续死亡，死亡上面的果实就没有收成的价值了，所以现在就趁现在赶快。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啦。农民表示，原本2分半的地尚无会当收5000台斤的时，结果采收期拄开始就落大水雨，也有8成的时，结果拢也未收成。即阵会当挽偌济算偌济。除了果子园饮水，附近规片的田嘛拢做大水。这届强降雨来得太快了，我们这边的水稻啊，有的都还来不及割。你看现在我们的水稻几乎稻穗有的已经进到水中。就是请公所动员那个村里干事，除了主动查报，就是说农民这边他们如果有灾害有灾损，自己要先拍照。官府表示，大水后的农业灾损有延迟性，呼吁农民雨若停，一定要全面巡视田园。若发现有淹水灾害，一定要先翕相记录，随后才通向中央申请灾损救助。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台南这届灾情严重，其中有65年历史台南后壁青寮姓12家天主堂，原本呢地堡整修工程已经特别完工啊，结果这届风台来乱，主建筑的厝顶掀起，互强风吹甲歹去，即马建筑物严重受损。柴板阿鲁米拼甲规世界，这拢是予台南市强阵风扫落来。伫台南后壁有65栋历史的青寮姓12家天主堂，嘛算断去。这是由德国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波姆设计，本正内部修缮工程已经要收尾。这回风势实在透介惊人，甲主建筑的厝顶拢渗落来。我一看照片，我真的心情有一点不好，就是。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反正要积极的面对吧。有专业人会说，这个是特别这个金字塔，非常非常坚固的，因为是德国人来设计的。不知道这个 structure 这个还在。可是在外面的都完全的。青寮天主堂是波姆头件海外建筑作品，金字塔形的外观，点乡村残垣是在地热门的观光景点。目前因先赶紧进行教堂内外的防护工作，无惊继续落雨内边的积水。另外，台南停电，在地人有的是困车的过日，有的因为电火条甲树仔倒去，厝的出入口拢冻咧。车站台南阁上大雨，为人家是厝顶海去，因希望通有补棚的资源入来。若要煮一个饭。点电火啊，点迄个手电筒，连续车顶困4暝啊，要安怎搁动？系啊，尽量嘛是希望讲电款会当较早来买。伊若爱申请一条路，互阮过嘛，哦对无？哎呀，阮若无来处理，拢袂过，阮山边啊。阮的大门都在伫头前。拜托大家圣心大德来提供帆布给各区公所。这阵停电拢伫溪北地区顶13个沿海地区，根据统计，全市有超过600基电火条断去。目前内地嘛已经派家人台北桃园顶上千个人工来遮斗抢救，市府嘛讲会尽全力开放家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嘛需要开放家园的，阁有家己。但若是风台即个对家己登陆了后，对家己造成严重的灾害。家己布地新闻，就有民众因兜的厝顶，互风台渗甲海去，毋那3楼变2楼，而且雨水阁直接破入来。居民即马敢若赶紧希望会当电会当紧来，会当复电，嘛希望政府会当斗3工。原本3楼的厝，互风台渗甲变2楼，厝主想要请人处理，无电阁找无工。只会当看到家己的3楼甲厝顶落伫咧巷仔口，当地里长就讲，除了有规层害去的厝以外，因遮阁有真饱和的厝顶，都互风吹甲歹去。受伤多咧喏，3楼变2楼，对啊，需要支援啊，看政府有法度紧甲阮处理无？甲阮支援的啦。啊，阮这吼，阮即阵真正大家咧真艰苦啦。阮先生都来遮咧困，尾啊风听到风足大声，伊走去到转大厦，个规个听的。社区外口拢是要拼条的家具，1楼室内涂骹也阁澹澹。社区的民众表示，厝顶无去了后，若是拄着落雨，雨水就会顶面一直渗入来，无电嘛无法度抽水，只会当家己来耗水，真侪家具电器嘛安尼来害去。这里下雨是不是那个地啊裂开啊，下面都漏水下去啊，整个船都湿掉了。刚才要抬出去外面放。不水啊，不规暝。阮小姐今仔半工吼请假倒来，落2空水下漏掉。
台电表示，采到暗时10点的时阵，布袋新闻发电所恢复供电。目前家己管阁有23000户停电，会赶紧来修理复电。社会局嘛讲，而且各项电工所来清查民众主体因为风台受损的状况，协助民众申请相关的救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介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伫新竹县宝山乡宝泡沫高园，正正是东南亚上大的高山仔园，也若即马已经爬荒。这个所在即马是互新竹的检方掠出来讲，土地共同持有人兼管理者一个姓杜的查甫人，伊涉嫌勾结非法倒垃圾土的集团，把这个土地当作是粪扫山，乌白倒废弃物已经超过1年，乌心钱赚2500多万。昨昏检方起诉12个人。继续关心香港国安处昨昏宣布讲，有掠到香港民主建国联盟的成员，掠到4个查甫人，也若上细汉的是敢若15岁尔。警方因是指出讲，这4个人涉嫌要颠覆国家政权，佮指控讲这个组织是伫台湾成立的。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长陈英耀拜三的时有宣布讲，要开放中小学体育课咧用的球、运动器材，提供给社区的民众来使用。是开放伫学生囡仔下课了后，无就是拜六礼拜假日的时来会当来用。也毋过呢，这是引起教师团体不满。教育部伫昨昏赶紧大动，强调讲会先请体育署斟酌评估，要向公实施。因为大学入学分科测验今仔日开始考，毋过呢，伫苗栗有一间私立的高中有23个学生囡仔，因是透过学校集体报名，也毋过呢，学校甲因要报考的科目报毋对去，学校有承认错误，也若家长是拜托代考中心，看讲敢会当改无，也毋过代考中心是表示讲为着公平，无法度改。透过学校集体报名分科测验，所防报唔到要考的科目，搁一直到考试前3天才知，了解这间私立高中同届学生转达当事学生的心情。他们原本准备很久，结果发现没办法考他们擅长的那一科，每个人都睡不着。23个要报分科的学生，有3类自然组学生是无报到生物，有社会组的学生是无报名到历史还是数语，哪会安尼？学校承认是行政流程漏交去，感觉真歹势嘛，真遗憾。是把去年的资料先叫出来整理好，然后贴到新表单去，所以没有发现新表单的科目顺序跟旧表单的科目顺序是不一样的。学校教育处含当地民代拢恳求代考中心含各教师，互囡仔去考试的机会。但是代考中心表示讲，考试的简章已经写得真清楚，而且提供真侪摆补证的时间。但是学校拢无伫规定时间内提出修正，遇到其他3.9万学生的公平性，嘛是要照简章规定办理。教育部主秘林碧桥表示讲，到底要考试啊，任何变动拢会影响到考试的公平。学生委托学校一部嘛有一定的责任。有好多个这个确认点，那这些确认点上面，在学校在7月8号来反映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声音出来，所以表示可能各个确认点上，包括同学跟学校这边都没有发现。教育部讲，因为这是重大疏失，后边一定会有处理。苗栗县教育处讲，目前上重要的是稳定囡仔的心情，而且做刷落来升学的辅导。希望能够把握住目前就是能够掌握的一些科目，不要受到这些事件的一个影响，发挥好自己的实力。升学辅导专家讲，23个考生若是坚决要去读上好的学校、上热门的校系，只好明年再过来。但是今年社会组分发914个系组，494个系组无采计历史，嘛是有要500个选择会当选，无采数语的有723个系组，自然组分发857个系组，646个无采生物。伫会当写100个志愿的状况之下，有兴趣无一定爱去的校系，应该袂算是伤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其他的消息，这是美国总统 Trump 搁在公布8个国家关税税率，这摆巴西是 Q50%，是目前上悬的。也若咱台湾到底尾会互 Q 几%，也未公布，各界拢真关心。行政院是表示，台美即马搁在季节，也若后一轮的实体谈判讲啥，到时阵会向国情报告。行政院是用正面乐观的态度来看待。Formula was a formula based on common sense, based on deficits, based on how we've been treated over the years, and based on raw numbers.
美国总统川普佮宣布第二波关税有8个名单，同时对外解释有关新关税算的方式。不过台湾无伫内底也引起各界讨论，关税谈判是毋是有好的结果呢？双方也是积极的在磋商跟沟通。那么刚刚也提到，就是正在洽约下一次实体谈判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正面乐观在看待。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台美谈判细节看起双方共识，应甲大家说明时阵会适时说明。相信公布的关税名单内底，菲律宾为17%纠关到20%，巴西为10%一捆头纠关到50%，加做目前关税相关的国家。上总理事长柯树普表示，那台湾投资的环境因为关税甲汇率的影响变歹，可能会引起产业拢刷出去。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在农业谈判那一块，农业谈判那一块啊，第一个要保障台湾的所有的农民，那第二个要保障所有的民众的健康跟安全、食安的问题，这是我们比较关切的。放下台美关税谈判，两大问题包含开放美国农产品加17.5%的进口汽车关税，但是美方要求汽车关税应一摆降到2.5%，或者是完全归零，引起国内汽车制造业烦恼。目前的生意都非常的惨淡，消费者都是在观望的心态。如果有机会的话，美国应该跟我们的政府赶快来谈成，让消费者有一个心里有个底，那就能够让我们的市场恢复正常。关税后投资市场充满无确定性，七十大股震动走悬，收点22693点起166点，新台币换美金19.100块，亏税收跌19.24块，变19分。受第二季新台币欠款影响，公学囝头抢大力讲的第二季财富，汇兑损失高达42.4亿。记者综合报道。一立法院当地审理行政院提出来的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有风声讲国民党拍算要调整版本，除了讲要支持这4100亿以外，伊阁讲要新增加普发现金一人一班，所以需要2300亿，上紧伫今仔日会伫立法院通过。不过行政院是表示，总共若是要阁增加2300亿，安尼会对增加咱国家的债务，而且有可能会害钱变薄，出现通货膨胀。南北立委是拢反对半部台电1000亿，嘛讲这国土安全润成的1500亿应该爱另外编，嘛主张讲两个加起来，安尼就有钱来破坏现金啊。因应美国对电关税，行政院会4月底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立法院当地处理，传出国民党按算调整版本，除了支持行政院提出的4100亿，国家普发全民现金1万所需要2300亿，上紧21日立法院会通过，不过行政院回应，若是另外阁增加2300亿。可能政府爱负责，透过举债来普发现金的话，会对政府的财政造成更大的困难。那么也有可能，如果大量举债的话，可能会造成通膨等等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立法院真的需要审慎评估。发现金的话，这个还要举债，相关的行政单位找各党团，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认为两个切开来处理，优先处理已经有共识的4100亿。4100亿包含半部台电1000亿，也加1500亿国土安全论性。不过南北拢反对半部台电，马化绝对支持强化国土论性。不过希望会当另外编的预算，安尼就会当普发现金。韧性那一部分啊，1500亿啊，我支持。但是呢，它可以编特别预算，这2块挪出来，我们的这个普发现金1万。那就有了，普发6000块钱，然后不拨补台电的这个1000亿，另外把1500亿的安全韧性这个计划回到年度预算，根本就不需要举债。行政院表示，台电在俄乌战争期间配合政府的政策，造成超过4000亿累积亏损，希望拨补1000亿的资金，稳健台电的财务体制，也加稳定电价。4100亿特别条例加普发现金，又果会伫立法院引起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对8月初开始要对巴西的关税是对10%提悬到50%，这是目前公布内底上悬的关税。有专家就认为讲，巴西进口去美国的加币也有柳丁接，拢一定会起价。巴西总统卢拉是表示，会阁和美国继续谈判，若是超袂好势，卖共款向美国扣50%的关税。若是美国总统川普坚持要对巴西扣50%的关税，美国的加币柳丁接的绩效可能会大起。
美国有1/3的咖啡加一半的柳丁汁是对巴西进口。专家讲，进口关税将会阻止巴西咖啡卖予上大的人去美国。美国烘焙厂商加巴西出口商拢会挡袂牢。E brasileiros irão ter que pagar mais caro pelos produtos e de alguma forma isso tem um efeito nefasto para as duas economias. 巴西是世界上上大的咖啡加柳丁汁生产国，因为伊的气候加土壤正适合种甘蔗，所以巴西也是全世界上大糖的生产加出口国。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虽然美国对巴西有74亿美金的贸易顺差，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吹到拜三，有望甲巴西进口关税自10%提悬到50%，8月初一开始生效。根据巴西咖啡出口商委员会资料，美国是全世界上大咖啡饮料消费国。巴西2024年出口去美国的咖啡，一地60公斤的总共814万地，比2023年增加超过30%。因过关税调悬了，巴西出口商可能挡袂牢，出口量会变少。Até o dia 1º de agosto, muita coisa pode acontecer. Então é bastante provável que a diplomacia de ambos os lados comecem a conversar. 川普伫咧和巴西的关税批函内面，威胁巴西将会停止对前总统波索纳罗进行审判的任务行动。巴西总统卢拉讲，美国单方面调悬关税无公平。será colocado em prática. Se ele vai cobrar 50 de nós, nós vamos cobrar 50 dele. 美国本土生产的咖啡无多，柳丁也因为柳丁树破边产量减少，这两项产品拢是靠进口伫咧供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联社报讲，美国嘅劳工部公布上新头届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有减5000人，是22万7000人。那这个数字是比外界预估的人数还阁减1万人，显示美国失业的状况有咧改善。继续关心乌克兰中建飞机开会了后，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和后边几个国家的领袖做伙开会。意大利的总理今麦对外表示，伫会中呢，大家已经有答应讲要做伙来倾100亿的欧元，大约是新台票3400亿，要来帮助乌克兰重建。那欧边嘛宣布要成立新的乌克兰基金。继续关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外表示讲，以色列准备要伫60天的停火期间，和加沙来讲永久停火这个谈判。也毋过有前提，前提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领土要确实做到非军事化。目前咱过来正在进行汉光演习，昨昏第2天，陆海空三军总动员。空军是演练战力保存，新竹空军基地的幻象2000是飞去花莲，花莲 F-16战机是装飞弹了后转场到嘉山基地。海军的安江艦、塔江艦驶入去花莲港来防卫咱的东部海峡。陆军269旅是演练守护桃园机场。也那咱甲美国买的 M1AT2 战车嘛公开射击训练。飞电机引擎的车划过天顶，空军2连队的幻象2000快速升空。汉光41号演习来到第2天，轮到空军演练分散部署，幻象2000一透早就对新竹飞去花莲。花莲5连队的 F-16V 是紧甲飞弹挂起嚟，模拟基地互中国军机攻击。F-16V 专机队快速转场到嘉山基地做战力的保存。针对中国军队加接袭扰台湾东部的海域，中国军舰辽宁号今年5月才出现伫咱东部的外海，国军看作是演习的重点之一。安江艦、塔江艦，互看到进驻花莲港，提升东部的制海战力。另外，陆军269旅是出动 CN-11战车和 CN-22迫炮，防范中国军队对桃园机场实施空击攻，部队随开始备战操演来守护国门。台中的工兵部队是发挥军民整合，把所在设施放伫货柜，再运到组织的位。离岛的金风部是设抓北型的铁丝网，更将为演练车路的组织，演伫中国军队进犯的tempo。陆海空三军为了汉光演习拢动起来，接落来嘛有新战力加入。M1A2T 红叫做是地表上强的战车，国军向美国买108台，第一批38台到台湾做半年的化妆训练，车集是第一摆公开实弹射击。
时速上悬会当到69公里。M1 A2T 大展伊正悬的机动性，走正紧了后射击，重点是4台战车做伙开炮，拍到中国军队战车的标靶，19发拢总拍到。总统罗清德亲身视导关岛肯定，不管是打击能力，或者是机动性，都非常的强大，无怪乎 M1 A2T 战车会被誉为地表上战力最强的战车。M1A2T 战车号称地表最强战车，与国军现役的勇虎战车 M60A3 战车相比，不论是在机体的性能以及火力上，都有了飞跃式的进步，力拼下半年成军。它在列歼系统的部分，它是透过车长一个独立的热源成像仪，在整个接战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寻找目标，然后提供射手实施射击。M1A2T 战车目前在国内各项主要道路行驶是没有问题。M1 A2T 是日军5万正侪档的下世代战力，分别是新竹、湖口、五八、四里，那靠269里来进行换装，未来投入北台湾的反定力作战，要来协助中国军队的进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汉光演习拢总是10天9暝，是有史以来时间上长的。昨昏嘛，头届进入城市做演练。内政部是和专联合作，伫北中南3间门市模拟防空警报弹的时，要安怎甲民众疏开协助避难，互民众伫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当来应变，提升咱全民的防卫韧性。警报咧弹，超市员工赶紧甲民众疏散到地下室，大家双手摸头，乖乖配合。先生，我身体很不舒服，我快不能呼吸了。中途遥摸机民众受到车惊，心脏熊熊无力，叫无救护车，消防人员伫电话中教员工要安怎救人。这是汉光演习第2天，和过去无同的是，过去演习拢是伫咧山坡塞电车，这届是第1届刷到辖区来演练。战争又不是只发生在海边，对不对？那市中心大家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想法的。尽量宣导了，大家不要不当一回事，就是有一个观念。事情发生了，顾好自己。内政部表示，这届选择超市是为着要让民众伫生活场合中有防灾意识。超市是真侪人买物资的所在，加上专联有真侪地下室，地下室就是炸弹来的时阵上安全、上好味的所在。这次我们在北中南各有3家门市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练哦。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有防空地下室的这个门市的话，都还蛮适合做这方面的一个演练。我们目前都是以企业自主来参与为主哈。那政府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想要参与的企业想要知道这整个演练的流程怎么来安排，那以及它后续的一些教育训练应该要怎么来进行，那这都是我们可以来支援的。内政部表示，伫咧发生紧急事故的时阵，政府和业者讲好，台湾各大超市拢会配合政府提供物资、防灾等等的资源。今年汉光演习拢总10天9暝，是历史上时间上长的演习。国防部强调会继续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来提高全体社会防卫韧性。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南7股的配线器材工厂 KSS 第5厂区伫昨昏发生火灾，一直到昨早11点才控制火势。主要原因是厂区所接的是无架开的防火设备，所以火才直透烧过去。虽讲无人伤亡，也毋过即马内底的火拢已经烧了了啊，损失真歹估计。民众行过去，看到眼前的大火，惊到唔知影要安怎。伫台南7股独家里的塑大工厂，伫初10半暝3点抢房是全面导火。消防局派25车49个人过去拍火，但是火势伤猛，国加派消防机器人、无人机、水库车和重机具去现场支援。拍火4点外钟才控制火势，虽然无人员的伤亡，但造成火势一烧都无法度收煞的主要原因，就是无设置防火区隔。附带的原料、成品、半成品，整个厂房全部都是堆积这一些东西，然后。它1500坪都是联动的啦，所以它在燃烧的时候会燃烧得很快。部分的下雨是对我们抢救人员是比较有利的。
初步调查，导火点是伫个配线的大厂凯士斯的第5厂，主要生产塑大，现场是1楼挑动的铁皮建筑，初步小区的面积大约是4500平方公尺。凯士斯是1969年创立，坚持台湾制造，敢若伫咧台湾设厂，毋但是台湾含亚洲领先的线缆管理品牌，国排名全球前3名，产品行销超过128个国家。这摆台南第5厂的大火，环保局讲，针对火灾产生的粒仔型的污染物，已经做采样检测，后壁就等火调报告。若是发现违反空污法则环保法令，就会依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因伫桃园车头附近有一间餐厅，拜三暗发生瓦斯爆炸，有一个工人规身躯45%的烧烫伤，因若爆炸原因搁在调查。人就先离开。离开，不要再过来了。桃园车站上款大东路顶礼拜三暗时传出爆炸声，发生起爆的是这间永盛糖品店，现场有真大白烟冲出店外，店内物件拢飞甲四散，过路的人拢踹一个。那时候已经打烊了，是里面在施工还干嘛不晓得，就只听到砰的一声很大声，里面就是气爆，整个玻璃橱窗的玻璃都弹飞出来。起爆现场，一个21岁姓简的工人，规身躯45%的烧烫伤，上骹拢焦火，不过也知人，紧急送医救治。警方嘛封锁周边的道路，搁疏散民众。火势消防人员到位3分钟后，就得到控制。11点06分就完全拍花，村内的火星伫11点14分处理完，初步估计现场损失5000块。同仁立即赶赴现场，封锁周边道路，并通报消防人员进行救灾。将伤者协助送医。救灾人员到达现场，随即部署水线进行抢救。火势在11点6分熄灭。初步了解，这间餐厅是趁休困了后装修内部，好像是双方工人时间无细致，引爆细管瓦斯造成起爆。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火调人员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间幼稚园内底是个拿亲像传出苦毒囡仔，这是内底有一个职员的大力扭囡仔，甲3岁囡仔伫涂骹拖，佮用衫甲囡仔砍头，讲囡仔甲囡仔砍布袋，囡仔是惊甲无爱去上课。疑员是亚讲上无有3个囡仔受到这款不当对待，代志曝光了后，即马幼稚园赶紧甲人开除，因为教育局已经开始了调查。有囡仔要坐落，老师却雄雄甲伊拖走，害囡仔转倒坐，甚至阁甲囡仔衫揪起来砍头，技术砍布袋行为。这个穿甲仔色衫的技术老师的人，其实是高雄一间幼儿园的职员。议员找到接到家长订正，讲这个洗出来的查某职员用粗残的做法来对待3岁囡仔。家长讲，伊是发现囡仔这1、2个月雄雄开始拒绝去学校上课，才发现代志无对当。但是这几个月来，他就是半夜都会做噩梦，然后都会哭闹，然后就很反常的，就是一直坚持他不要上学，而且甚至跟他说要上学，他是崩溃的情形。那我们就觉得不太对劲，之后才回去看监视器的画面。老师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具有教保人员资格的一个教师，他还是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职员而已哦。那进行这一项这个管教的这个行为，我们就请教育局一定要彻查这个园方是不是知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包括大力揪囡仔，甲囡仔当作暴露拖伫涂骹行。议员讲，这个职员3月份才告捷，初步掌握至少有3个囡仔受到这款粗残的对待。代志曝光了后，园方随将人开除。对此教育局讲，已经启动调查。那真正查证是事实，这个职员上悬会当罚60万。这世人袂当阁去幼儿园食头路。我们如果有看到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立刻制止，不会让它真正发生。那该名成员也已经被解聘了，最高可处1到4年。甚至终身不得再任职幼儿园，园方将依情节面临减招、停招、停办或废止设立许可等处分。教育局表示，已经调阅家长提供的监视画面，要求园方爱将影片的资料补齐，后续会调开审查小组，同时建议成立专案小组进一步调查。记者柯家族副超用高永昌报道。顶一日风台来的时，高铁有3班列车是受到风雨影响，加在航空中心有赶紧因应修复，所以高铁冇出现上晚休班的记录。高铁即马嘛公开航空中心内底控制员的工作内容，除了这个工作爱分3班来轮班，而且爱24点钟监控，拄到问题时嘛爱随因应随处理。
确认苗栗地区雨量计3.1动1作动3级。大雨可见竟是影响起兴风中心控制员采取安全措施，受影响区间限速通过。设定临时速度限制拐动与轨道电路3.1动勾至3.1动5。区间内所列车照速限运行，这是高铁公司控制员伫目的教示，科看核达各种情景的进前可行，也是兴控中心的日常。透过全景看板控制员清楚看见偌济列车伫影响范围内，甲保证核列车车站各种状况甲数据。伫车站风台登录前后，兴控中心为暗时11点开始检测嘉义到台南路段出现跳电的情形，初期要送电拢成功，暗过伫23点48分搁跳电。情控中心的电力控制员尝试多次的投电，那后续也进行了现场的人员的一个紧急抢修，那终于在在12点48分的时候，顺利的将我们的电供上，也将旅客送达到车站，同时也创下了高铁营运有史以来最晚收班的记录。日美监控营运状况，照强风大水后各经顶级用无共款的限速措施，要调度监控，尤其风台期间，第3级强风各经为例，若阵风风速每秒30公尺以上，相当11级以上风速，就适用45公里以下时速。摕到控制员出个2个半月待干久，就从不了久就拄到风台的挑战。周6的话，那时候是雨比较大，那我负责的是南区的部分，那时候有做出速限的设定。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它是手眼协调的测验，那考验受试者的反应能力及多工处理状况的能力。要有专业知识甲应变能力，控制员要通过3阶段检测，包含勘核性检查、信号侦测的检查等。另外，伫夜间维修时间，也是做管控维修作业，用线过程超过6个月，而且确保营整合专线一间平均甲夜间的维修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公路局进前有公布汽车杂志纸、玻璃纸使用指引，建议头前玻璃的通光率要达到70%以上，也两边边的窗仔嘛要达到40%以上。对明年开始，新领牌的车拢要列管。也过即摆有民间团体提出质疑，表示讲无共品牌的车架的这设计、原厂设计玻璃通光率就无共，若是无甲这考虑入去，安尼检验恐惊会出现争议。使用甲假的纸用车窗仔机，好咧甲搭入去哩。即只日本车用仪器检测出厂迄阵，头前玻璃有79%的透光率，那后壁窗比头前窗较暗，若搁搭假的纸会搁较暗。欧系车跟日系车，他们的玻璃照出来的深浅度就原本都不一样。那你说如果用80%的玻璃贴70%的隔热纸，那其实测出来是60度而已。那60度其实还是。以法规要70，其实是做不了。业者讲，每一只原厂玻璃的透光率拢无同，就算未来对假的纸做统一的规范，搭起了嘛有个别的差异。行人甲路权团体攻击讲，交通部敢若针对假的纸各项的透光率的规范，拢无要求实际的透光率，嘛无要管理旧车，这是真严重的问题。有的车需要贴，有的车不需要贴，旧车不纳管，只管新车，造成我们道路环境上面的1国2制。为什么要去做整体的透光度？因为目前以公路局他们所找的资料，只有德国再去做隔热纸的单品的检验，规范整体的透光率，才可以去保障说，你这个数值的规范是有统一的。行路有名行人路权促进会嘛讲，根据韩国的研究，总透光率上低的车窗，驾驶人伫暗时赛车。目睭反应就敢若啉酒赛车同款，呼吁交通部爱甲错误的政策修正来，用契约标准来量测，嘛要提出具体的旧车管理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岛溪乡的山区有一只台湾乌熊，这只呢是走去人家条食偷食鸡啊，偷食几若届啊，而且嘛互掠着2届啊。尾啊，即马是送去训练了后，林保署搁再甲野放。拍开门，已经关伫野湾动物园园3个外quay阿里曼死肯，赶紧行向山内。伊得到自由，阿妈滚挂 GPS 暗库，好亲像也咧熟悉环境。阿里曼西肯它其实是一只很年轻的公熊，那分属呢在经过这几次专家的意见之后咨询，然后还是会建议说再让它
放回野外，然后对森林的族群的一个贡献。阿里曼西肯去年10月开始塑胶鸡舍，今年3月是食400多只鸡仔，好鸡笼是真头疼。2摆比了后，拢送到野湾动物病院暂时安置，进行虎兵制药训练。林博士强调，野防进行有甲部落居民沟通。第一个，我们会挂卫精菌圈码，然后会给它做电子围篱，然后再靠近电子围篱，我们就会出动去驱赶了，不会让你们知道说好像我们有那个有熊来，不会哦。不管是捕捉或者是驱赶，一定做到底哦。林博士强调，这摆有伫市议场就会举办 AI 辨识武警系统甲电子会议。那阿里曼西肯我军队发出警报，按个部落居民也是希望因知影乌熊的行踪。熊的位置最起码报给村长，差不多在哪里？不要说不要万一靠近了，很近了才给我们讲。我了解这个，但是万一他真的下山，对我们在山上工作的，真的是我们很怕呢。经过协调，林博士法令分署会甲部落成立群组，平均3到5日就会通报村长乌熊的位置。佮承诺阿里曼西肯若佮亲鸟，会马上抓起来，袂佮野放。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行政院文化奖昨昏举办颁奖典礼。今年得奖人有3个，包括农民文学作家吴成、歌戏国宝杨丽花，也佮有客家建筑师鲍明光。行政长窦英泰嘛感谢因对土地、对文化的贡献。阮全心全意会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全心全意爱你这首歌，作词者就是农民文学作家吴成。伊的文学关怀农民土地，嘛用笔对社会议题提出批判。对伊来讲，无土地就无文学。伊种树啊，护生态，嘛关心社会运动。今年吴成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伫颁奖即天，伊上挂心的要是守护台湾。爱乡爱土的精神，一直拢伫需要的时阵，伫关键的时刻，一定拢会爆发出来。咱互咱台湾，做咱台湾的母亲，会当过来更较好。另外一位行政院文化奖得奖者，就是台湾歌戏的传奇国宝杨丽花。1970至80年代，食饭配电视歌戏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杨丽花和歌戏对庙埕来台行入台湾人客厅的电视，嘛影响20世纪歌戏的影视美学。伊嘛导致教育传承结合创作，继续把歌戏杀到国际舞台。杨丽花表示，伊上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推出电视歌戏。足感恩的，我个人最大的希望，歌戏会用搁在电视。我再来继续播出。各有一位得奖者是传统客家建筑师傅鲍明光，一家子以来注心古迹的维修甲文字保存。鲍明光表示，虽然要成立传统唱诗工会，培养少年辈，和传统建筑的工艺技术传承落去。只有改善工程环境，才能够让传统建筑技术传承下去。接下来的日子，只要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会带着徒弟们一起来工作。今年3位得奖者伫文学、文化甲艺术拢有真重要的贡献。行政院长窦英泰嘛感谢因用一生的时间来启发大众对土地和文化了解。记者刘尚祖、郑准由台北报道。进入 AI 的时代 ，AI 是逐项拢会晓，即马嘛会晓开刀，无咧学白线。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AI 手术机器人，伊看影片来学习，已经成功伫猪的尸体完成8届切胆的微创手术，8届拢有成功。虽讲呢，这是还未进入活体，也是临床阶段，也毋过拢互外界看做是真重要的进展。医师利用达文西机器人进行微创外科手术已经无稀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手术机器人更加进一步搭配 AI， 透过观察医师进行外科手术的影片，就会当自主学习。伫30只猪仔尸体进行训练了后，已经会当独立完成来微创胆的切除手术。伫猪仔尸体8届切齿拢成功。We have experts performing the surgery and recording the video and also recording how the robot moves.
And so then our framework learns, given a certain frame, given a certain thing that the robot sees, what is the right action to perform. 研究团队指出，这种学习方式更加亲像人类实习医师的学习模式，更加会当应对复杂的情境。像讲，当研究人员故意把手术工具放唔到位的时阵 ，AI 会当家己清切佮修正，为着模拟真实流血场景，佮伫胆内底加红色色素，结果 AI 也是会当精准辨认目标，佮加切图，展现正稳定的行动力。虽然这套系统还未进入活体，也是临床的测试阶段，已经展开一寡可能性。 包括应用伫更加侪手术的类型。No, our goal is not to replace surgeons. What we are aiming for is more like autonomous driving, where you have some, autonomous functions like a brake assist, a park assist,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surgeons. 最近伫瑞士一场 AI 峰会，各种 AI 机器人的新发展组织做伙，有的会晓踢骹球，有的提供感情陪伴，有的是喙正手咬辩论，还有敢若踢球共款正软的机器手棍、空中计程车，充满各种的实用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机器人学教授高伯格指出，社会对 AI， 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有淡薄仔过度期待，也需要更加侪发展时间。AI 应用持续扩大 ，AI 晶片偷人回答利多不断，找到估计更加创新历史高点。期待伫盘中有卡到4条美金大关，市面也真看好。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来看法国高级的精品赫莫斯的镉金包，第一卡嘛是全世界高一卡，是伫1984年生产的。这个卡网昨昏伫法国的巴黎，以700万欧元，大约是新台币2亿4千万拍卖出去。 讲对啊，讲落去确定成交，现场大家拍破啊！法国精品爱马仕的铂金包，第一款圆形包，伫法国巴黎苏富比拍卖场以700万欧元，换算台币2亿4千万的计价拍卖出去，拍破原本51万外欧元，台币1500万的纪录，将在史上上悬价。This bag is like my son, so you know when your son goes to the university, you say congrats, you will be the best. So now I can tell you, you will be the best. It will be perfect for your second life. 这个黑色配料的铂金包，起标价格是100万欧元，不过画价画正紧，随画到上悬价。铂金包是爱马仕伫1984年所设的包型，以长期带伫咧法国的英国歌手珍铂金获名，是珍铂金亲自用过第一个圆形的铂金包，所以才会这么珍贵。 伊伫1994年把这个铂金包捐予法国艾滋病慈善机构，2000年予巴黎收藏家凯撒琳买去。珍铂金伫咧2023年过身。I thought it would be $1 million, and the fact that it went for $8 USD is shocking. I'm still in shock. I think it's the craftsmanship. I think it's the design. I think it's an icon of our time. It's definitely.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Birkin, and it tells how the Birkin was born. 拍卖才10分钟就结束，总共有9个人出价，上表是一位日本的收藏家买到，总成交计数包括买方的佣金、卡米上，总共是860万欧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0度。外岛25度至3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